政府咧推动风电国产，中钢嘛成立子公司，加入离岸风电的产业。不过，子公司到达已经了64亿啊，说落来搁要开这卖电的平台，工会就烦恼会了愈细，批评经济部甲绿电的风险拢塞互中钢。要互离岸风电产业国产化，中钢公司配合政府的政策成立子公司兴达海基，正在国内第一间动土起离岸风电水下基础的厂商。不过，中钢集团总工会讲，公司已经了64亿，因真不满，是去到立法院来抗议。经济部看杀中钢，经济部看杀中钢，经济部应该要出来负责。 甚至应该要提出具体的补救方案，而不是把这个亏损全部都交给中钢集团来承担。工会不满讲，兴达海基已经了64亿也无够，经济部阁主导中钢成立卖电的平台，台湾智慧电力公司计划统一买25吨，拢总5500亿的绿电，一度电要5块半，一路计销，连台积电都买不起。 你自己推了一个不负责任的产业政策、能源政策，现在就要抓这些公司来补破网。中钢有其实这个责任没错，但是不是你负担你政策的责任哦，尤其是跟钢铁本业无关的东西啊。工会代表去到立法院，交定情书予立委呼吁爱彻底调查。我们绝对要调查、提血跟究责。 中钢公司回应投资台湾智慧电力公司是经过评估，提报董事会决议投资，初期投资1000万协助筹备，陆续有其他的资金投入，中钢的持股最后会降到12.5%。台积电所买的绿电，中钢会当以股东的身份，用较低市场行情的计价来摕到。也那兴达海基，因为兴达港最新要运送超大风机需要的水下基础是真恶，需要转型才会当继续经营。经济部是有3点回应，讲。 反光股、民间企业拢有意愿入股台积电，无政府来强迫，也股东会当买台积电的绿电，买贵续买。最后，经济部感谢中钢发起公司，未来会当调整持股的比例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